人生的旅程犹如一条漫长的河流，蜿蜒前行，穿越高山与平原，经历风雨与晴空。每个人都在其中载浮载沉，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。无论是奋斗于职场，沈浸于学术的海洋，还是投入于情感的波涛，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个体的灵魂。而当夜幕低垂，独自审视自己的心境时，能够坦然无惧，毫无遗憾，便是对生命最真挚的回应。世事难料，变数无常，但唯有内心的坚守与对原则的执着，方能在岁月长河中留下无愧于心的印记。年幼时，人心纯净如同清泉，对世界怀抱无限憧憬，不曾计较得失，亦未被现实磨去棱角。随着年岁增长，外界的影响逐渐渗透，世俗的考量渐渐占据思维，于是选择变得复杂，行动受到权衡，心灵开始承受重量。可即便面对各种挑战，仍有一种声音来自内心深处，它提醒着人们，在利益与道义之间，是否仍能选择无愧于己的道路？是否仍愿在风雨中保持初心？不因一时的诱惑而违背诚信，不因困难的考验而放弃原则。投入于职场的竞争之中，每个人都渴望突破困境，获得成就，站上更高的舞台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诱惑与考验交织，无数次的抉择决定了未来的走向。有人选择捷径，以不正当的方式谋取利益，或利用手段爬升。然而，这样的成功虽然看似辉煌，却可能在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。真正值得尊敬的是那些即使面对阻碍，仍然坚守诚信，依靠自己的才华与努力，不懈奋斗，不为外界动摇，不以欺瞒取胜，凭借真才实学站稳脚步的人。这样的过程或许漫长，甚至艰辛，但当回首来时路时，能够自豪地说，我从未欺骗过自己。那份安心与满足，才是无可取代的价值。情感的世界里，真诚是唯一能够维系关系的基石。爱情的发展，不是单纯的激情，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与尊重之上。若以虚伪的态度对待彼此，即使关系表面完好，内在却早已千疮百孔。唯有坦诚相待，愿意倾听对方的声音，关怀对方的需求，不欺骗，不敷衍，方能在感情的长河中行稳致远。即使最终分道扬镳，若曾真心以待，问心无愧，那么回忆起来，依然能够微笑着面对。学习的过程，是一场对知识的探索，更是一次对自我毅力的考验。求学的道路从来不平坦，挫折与挑战不断出现。有些人选择投机取巧，透过侥幸获取成绩，然而，这样的方式终究无法带来真正的成长。唯有坚持诚实，不惧困难，踏实累积，每一次努力都来自内心的渴望，才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懊悔。当学业告一段落，站在崭新的起点回望过去，若能确信每一步都走得扎实，没有欺瞒自己，那份踏实与自信，将成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与人交往时，善良与真诚决定了关系的深度与长久。世间的人情冷暖变幻莫测，然而，若能始终怀抱善意，不因短暂的利益而违背良知，不为迎合他人而丧失自我，才能在漫长的岁月中收获真正的情谊。人际关系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形式，而在于彼此的信任与珍惜。即使经历误解，即便面对离别，只要曾经真心相待，内心无愧，便无需对过去耿耿于怀。在无数个选择面前，内心的声音才是最真实的指引。每一次决定，无论大小，都是对自身价值观的体现。若能够在面对困境时，不为短暂的利益而妥协，始终保持正直与诚信，则无论结果如何，都能够坦然接受。真正的成功，不仅仅是外在的荣誉，而是当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，能够无怨无悔，无需为过往的选择感到羞愧。岁月流转，世事变迁，但内心的纯粹与善良，永远是最值得守护的财富。当人们能够在任何情境下，都不违背内心的准则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能够坦然面对一切，那便是最难能可贵的成就。在人生的长河中，能够始终无愧于己，方能在岁月的流转中，留下最真挚的足迹。